次以后啊，我最近拍那个也都会到市场去走啊。嘿，对啊，就会在旁边就会听到，哦，那边啊笑脸。讲呢？对啊，还是他在讲别人？天公啊，落水啊。天台的节目，那就做新的开发，那请15集，无强讲国家外国人拢会唱天公落水。老年倒立推，老年共下来。乡亲朋友大家好啊，王主啊，来，今仔大家好。也来到安尼流行歌曲组的爆米争霸赛，目前避免炸西馆的李秀仪。恭喜！好，那今日有一位新的参赛朋友啊，欢迎。他之前已经有来过，有来过，有印象哦。啊，比赛之前的介绍的评审席上来。好，欢迎启思弟先生、齐家伟先生、钟飞先生、尤小琪先生。好了，马上进行比赛。TV 啦哈，来自桃园观音叶玉婷带来种种音。过几多风雨雾，假使缘无缘分，用为相知，相为相思。缘结爱，就像风中的帆雨，短暂又美丽，掉落随风去。感谢缘的缘分线，注定咱相守一生。感谢你的路断了线，念多情因可你恨。假使有来世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来世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爱比情多你，用爱在你书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惊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袂倾倒你，发在你书中的印，用爱在来世相遇。假使有来世，不惊你变心。叶玉婷啊，係嘛？來過嘛，對嘛？有來過，我印象幾啊嘅拜啊？係啊，一度拜。第3次。第三拜拜，這第3次來哦。你上一次來是什麼時候？5年前。5年前。我應該張主持某一舊嘅時間。哦，可能是剛張夾嘅時間。哦，我有印象，有。那時候你幾歲？20。那時候20啦。應該20。你現在幾歲？扣回去就好。哦，你不是15歲就開始來參加？那個是在更早以前第一次參加。第一次參加哦。對，那時候好像我記得是小6的時候。哦，小6的時間，拿那個獎金挑戰賽那種嗎？還是20關？20關。哦，20關那個時間出來。哦，19了呢。對。跟日本轉來演員係乜嘅？其實阿婆其實
还是很喜欢看《闹了大台》。哦，哎，青岛室内的 V 到阿婆做了。忠实观众，哎呀，什么阿婆，什么阿婆？哎，好电影就要节目这么引出的。对啊，咩好得了？就阿婆张有个孙然后转来冲过，有冇？青岛孙的孙那一样有关系转来。对，把握当下，把握当下。哎呦，年轻人也知道，我们是到了这个年纪才会想到要把握当下。没有啦，看阿嬷最近伤心啊，想说可以上个节目唱给她听。哦，真的哦。跟阿妈讲一下，跟她喊话一下，对阿婆讲啊，嘿，加油，加油阿婆，那孙的很加油哦，好，你会不会太简单？不会啊，就是千言万语化作2个字。对，我出门前已经跟他讲过了，没问题的。阿婆加油啦！阿婆不管嘛事情加油啊！加油！身体健康哈，莫艰苦哈，健康心中有。冇错。好嘞，徐世慧老师，向四位欣赏的公平一下。好，拍摄哦，玉婷，张仲英呀，如果先从老师的部分来看的话。基本上你大概70%都可以掌握，70%我知道全部可以掌握。不过有個當特別的地方就係語呀，就是可能我們可能在學習的時候，可能還會學到也個嗰種 NG 嘅聲音吼，就係的聲音，也個聲音嘅方我建議還係攞佢學起來，因為也個聲音會結聽講，也個客家嘅詩嘅音法還有唱法的時間，佢會當重要嘅一種聲色，就是音色。所以要跟你要找聲音嘛，我建議是把它學起來，因為今比糖都會你太部分係用 n 來代替 ni 嘅方式來代替，就會也係用用你嘅方式來代替那個音色，就會顯得有一點好像被偏到華語去了。所以也個部分可能我建議還是把它換一下，好，把它換一下。然後呢，講到歌曲嘅表情來看的話，因為亞洲歌曲係華爾茲。華語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，就會你不能推太快，情感的部分面不能推太快。頭前的部分給它行詩，我覺得你很盤突當後，就是感覺上行一步路，你可以慢慢的去推。不過後背來，開始分段，慢慢的 A1、A2 的開始走之後，你會我還發現到你要推到副歌的地方，一下推太重，一下。送聽夾嘅時間，假使有來生嘅個地方，我就會希望你不要推那麼急，嚇，因為可能今比無法突講幾首歌安嚟唱衰，所以你可能只有1%或1%半可以唱而已。故所以我可能會想講，那我要早點把我情感推出來，讓大家本太甲躺喺度嚟上我啲亞洲歌曲嘅表現方式。不過呢，這樣反而會破壞它的鋪陳。OK， 好，頭前的部分你已經掌握很好了，可是後面要如何用版老 A1 老就係主歌老副歌的部分，然後給後會銜接起來，讓它有一個感覺有一個圓潤性。華爾茲難掌控的地方就是在情感。古頌雅可以用剛剛講為什麼要轉化到華語去，是因為剛剛講你的聲音比較直白，華爾茲的歌曲需要帶一點點。情感面的那種內斂感覺，你這樣有法度去送給，那種推法又不能推太快，所以他必須要不斷的去揣摩華爾茲本身它有的特色跟特質，所以唔係漢語歌這樣有華爾茲，方言歌沒這麼多，你去揣摩這些的不同，之後你這樣轉彎到亞洲歌曲來相信你要按你指正，我知道你一定會唱得懂好，好，按這些。好，好，來，就看下分數咯，好嘛？好嚟哦。好，看一下葉玉婷嘅分數。好。係啊，唔做得咯，有分數。冇做得，係啊，因為係啊，第一擺來做92分數。唔過後輩就唔啲咧，因為後輩都清理開。所以有水準啊！好，OK， 什麼呢？先專業啦，你可以哈。好。特別15歲來啊，安泰。有印象咧哦。有啦，有印象啦，一邊行下過。我上一擺來嘅時節，佢就上到印象了。哦，真的哈。有印象。對。給他名較特別啦。好嚟，沙下來。沙來落筆下帶來牽書。嚟，等佢啦。
哎，碧海只会灌破茶。壮壮老师，你这节奏都不准，对啊，你怎么了？打什么鼓？刚跌倒什么？海生啊，我们鼓手老师出问题。是我自己不会。哎呦，是我自己不会。哦，没声音，哎，冲破嘞哈。哎呦，那做多安讲，那风发射了哟。哎呦，唔怕，还有上演然后还有上演。那有讲，要创安种老人家，就讲得变啊。你可以用冲的以后啊。冲得好啦，冲得好。对啊，鼓手问题啊。我代表壮壮老师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们郭凯老师也跟你对不起。哎呦，冇啦，我用手指好诶，我动刀诶。系啊，哦，伊有推广客家歌诶个心啊，充电迄啊，不管来几多摆都会按用个心。对啊，也夹个贵个安尼志向啊，佢木下像木杆的，你嘛，系啊，出面冇去煮呢，出面冇去煮呢，所以你还冇煮出来嘛？冇煮，昨天做示范啦。昨天马啥煮？我先生会煮啊。哎呦，按好煮本色咯。系啊，要不我煮啊，你要帮佢煮啊。也讲唔煮诶，其实唔管。那有可能嘛？系嘛？哦，有人就各司其职就好了啦。对啦，就是每个人分担嘛。啊！他在外面忙着推广客家，啊，家老公都不卡煮饭比赛，等转来，好温馨哦。好了，沙下来，来面对先睡下啦，哈，来唱杂味欣赏。接主动啊！我记得我第一摆糖豆皮下这啲条台当唱歌的时间，不然你所有欣赏懂经验的感觉，因为叫做小小的，我当次演唱歌的，坦白说，嗰种是唔系唱到铁好。唔講，我就知道講，哇！你對客家歌要按你嘅研究，按樣很有心，我做起眼熱情，本而唱到你一下。我記得第一擺講，哦，就是上我做好唱歌嘅啊，我做唱客家歌我當歡喜。我一直以來看特別嘅比賽，我都有按你嘅心。你係咩欣賞較矛盾嘅地方？有陣時像上個禮拜，羅太哥會講，你其實做得 talk 下是那個位啊，挑戰一下呀。你看有糖落去，我知道根本你不管，你家唱人知道啊，我可能60分都冇。唔講你踏出嘅鋪誒，你出啲講，你下擺兩種歌誒，你做得下唱冇強用形式嘅歌曲，你點解意思冇？唱兩種歌曲，你家啲練習嘅時間，我就會彈我講哦。可能以前唱歌嘅方式係一個蘿蔔一個坑，有節拍，唔知會點講我唱嘅那位。唔講兩首歌曲。小其實頭前嘅比較 free 派，你自家真見要消化，要練習，要啲個樣板唱，唔爭要撲嘅，我教你。下擺讀段你講嘅，你先講都要撲嘅，不管係用腳細細打撲，也係講用手嚟打撲嘅，也係用眼頭嚟打撲嘅，你自家需要撲嘅，所以唔可以講一天喺節奏下去，唔爭會唱。後邊一亂呢，全部都亂呢。我知道你邊唱當好啊，啲撲嘅問題係冇關係嘅問題。我知道你，做得反正嚟講係最好，所以講你哋下啲講，呢一種歌係咪真係唱？下邊拍啲歌係咪真係唱嘅？你係你進步嘅地方，係我批評嘅地方。就講羅太哥講嘅，你做得為到客家。唔是這麼卡煮飯，上山你注意下。我先生講我轉來都飲到。係啊！你下唔做你講，我你下轉一下，唔是必須要撳一下。好，唔驚係意思。要飲到咧，我煮個澎湃。係啊，煮個澎湃啲咧嚇。唔講我當欣賞你之前幾個禮拜，當到唱無腔嘅歌曲，驚你自家過分嘅地方。你下唔開始有新嘅方式咧，等練好。呢張舞台訂一陣，好唔好？加油啊！哦，係啊，一講實猜啦，唔知按假妹。好啦，係咯，可以下有一本書咯，可以下羅別下嘅本書。哎呦！89分啊！唔怕，我自己冇唱好啊，本來就按你啊。對啊，而且了解有些跌倒啦。係啊，莫怪我啊。唔係
啊，啊，莫怪欣赏啊，莫怪节目啊，唔会啦，唔会啦。感谢你啊，安有较加心。反正像新的东西，新的歌路的东西，好好啊，喊一百有机会再过来编，好冇？嘿，再过转来编。哦，迄个舞台，哈，永久等来，好冇？好，OK，好，谢谢，啊，专业当才。今年整个大班都大潘都，咩烽火发射安讲啊，哦，大宋哎。今天是登台造型。哇，今天搞不好就是他穿最贵的一套衣服来。哎，好险有亮相。好，杀来。宋祖梅韩歌，韩款啦。去年出家的时节去了晓。哦，系啊，系啊。系啊。我去年因为我长18岁。你应该唱一首歌给他听啊。哪一个哎？18姑娘一朵花，对不对？唱啊，跟杨演推歌哎。18的姑娘一蕊花，一朵花。我是要唱台语还是国语？还是客语？不是因为这个有半分太多嘞。不错呢，而且还有嗓音也很奇怪哦，他们这个唱歌的方式就是很不喜欢把嘴巴打开。也还国语没人用啊，青岛国语没唐艺伦没人用的方式，没后堂啊，没后堂，对啦，比较氛围感。什么？哎，啊，因为你听有那去撩嘛，去年出家的时间去撩晓。哦，系啊。我去年因为我长18岁。真是那谁哦？姑娘18一朵花呢？才刚考到驾照不久哎。对，就是赶快想说，赶快驾照赶快去考一考。考题撇出的时间就老同好去宜兰嗰片聊。你考嘛个驾照？欧豆拜的驾照啊，跟视察还没有考到。视察没有，后来没有考到嘞。哦，你还没做的视察哎。哎呦，你就听人一撩，全部都很视察。他都会清吹了嘞，对呀，还冇差做的事。哦，张靠都会时间去宜兰嗰片，哦，就去多拜去去多拜，系啊。去多拜那去个9万18拐。冇去到嗰片，就是在市区，好像有到，就是从宜兰，然后罗东啊、头城啊、礁溪啊，就是体察安阳。对啊，跟你那去海那个滨海啊，去9万18拐。
没有骑到。英国在筹富茶去那边去租车这样。嘿，抽。嘿，穷去。筹富茶去给片张。哦，两摊去过去。没啦，要创业呢。安利好哟。还有上个时节正经买呢，我们从来不卡汽车都行主义。真的呀。对呀。去六福村玩。对啊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热血哦。真的。真的。你发生嘛事情呢？啊，你还骑都路口啊，就难呢。真的。厉害了，哎呀，18岁哦。才18岁，好，正青春呢。真的，应该唱一首歌给他听啊。马哥哎，18姑娘一朵花，对不对？唱啊，跟牙眼头一个哎。18的少年有一蕊花，一朵花。我是要唱台语还是国语？还是客语？不是因为这个有半分太多嘞，歌词就会可以哈。对。我刚刚会丢词又丢迷了。我跟你讲，到了这个年岁了，真的。你问哲伟，我跟你说要问思维。我跟你说要问慧茹老师。没啦，这社会中问该比以前上来唱一公平啦。来，讲评。啊，真的是18姑娘一蕊花。真的，讲给法，真的是讲给法，然后声音也是，真的是唱得不错，我觉得廖叔 GoQ 你的表现非常的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跟你说，我觉得会对你有一点帮助。像我记得上次你唱那首歌曲的时候，你非常多你那种鼻子的那种那种东西，太多了，我们听完了就会觉得很疲乏，太多。有较少哦，有较少一些的吧？有较少一些的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少一点。OK， 再少一点。我觉得今天，你以后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以后你先用手机录起来，是好，把这个东西。它是你的特色，我觉得它太有特色了，很好。那你可以在唱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你韩国欧巴声音黑暗多长，你这种，那你可以把它减少成韩国欧巴，以后声音黑暗多长之后再出，你不要声音中间再有。好，再来就是汗水的量高呀，太多，就是说我是有加强啦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这个东西这是他浑然天成，他天生的，好，他可能听很多就是邓紫棋或者一些年轻人的东西。然后再加上他自己，再加上你的嘴型，你的嘴型也是这个样子，你的嘴型是这样。不会呢，他其实他讲话的时候是不会，爱腾杠哈，有啊，就是就很强烈，所以我觉得。其实你说话的声音，我今天其实非常的期待，因为你跟我发给嗓音非常的头前，你非常的前面，所以上次你唱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是我讲评，我一定会告诉你声音不要这么前面，一直往前冲。今天真的有比较好，也就是说，当不同的歌曲，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，你不一定会全部这样，你可能没有去想过。对，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原先的这个呈现，去调整了你的声音的有没有那么前面或这么后面？但是你可以再多一点学习，就是你通过 S 姐，你不要那么多的把声音都放在这么前面，尤其是A 段的地方，你可以副歌可以这样子做，或者是副歌是比较弱的时候，而且我听到你的假音，虽然你还没有到非常的好，但是已经有，我觉得你扣除将来经验越来越多，哼啊哼到哪一里，你的假音是有，可是你自己有点害怕。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害怕，不要害怕。把这边上去，就把它勇敢的唱出来就好了。你可以多一点点去运用你的假音，然后以后在唱歌的时候，不要这么多那种小鼻腔，再把它减少一点，我觉得绝对会对你有帮助。将来在歌不会整个从头到尾我们就一直听到，久久听到。是很漂亮，它真的是你的特色，你好好的去运用你这个特色，我觉得它会让你加非常非常多分。好，对，谢谢老师，陈梦欣在。对，我又想到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讲，就是尾音你要去控制一下。几多春夏，可以了。秋冬，加一个尾音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几多春夏。秋冬，
不要把它全部都拖满满。这所以你尾音也要去做一些小调整，怎么样去收你的尾音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哎，这个最重要，一定要讲。好。先生點可以講清楚咧啊？有嗰嘅補充嘅部分。看一下夾嘅分數。好，看一下宋祖模嘅分數。做得啊，冇問題。係啊，再留下來啊。哎，加油加油嚇！好的。顏色就咪協佢啦。好的，撒下來。撒落係顧秋田半夜講嘅歌。我嚟彈講啦。各位非常先生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感觉刚刚如果不看你的话，觉得好年轻的一个女生啊。哎，一個整拗卷一個嘅呢。要不然就把你头遮起来，就觉得。唔會啦，站遠一點，這裡兩片寬，有冇？按永俊抽得了。你翻過去。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。可以，没有啦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正脸也很好啦。真讲嘞啦。哎呀，这演技都保持得不得了嘞，真的呀。你是用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欧蕾。欧蕾，过期的欧蕾。没有啊，就是常常心情保持得很好，吃到给黑一张很 open mind。对啊，就像没跟我最近拍那个也是会到市场去走啊。对啊，就会在旁边就会听到啊，我那变下笑脸，那旁边就会有人，有钱我嘛会变笑脸。你走几个就好啊，就会听到这种声音。哦，真的要讲哦。对啊，还是他在讲别人。对啊，就是有人会以为是我们有去动过手脚，对。那你有动过吗？摸啊。你就吃也自然美啊。自然不是啦，妈年纪就嘛该用诶，这种保持这种心情就好了。心情保持好，愉快的哦。愉快，然后养一点宠物。哦，对，照。有养宠物哦。俺冇有两张猫。兩隻咩喂？兩條鳥咩？對，兩條鳥喂。我記得講嘅兩條鳥。兩條咩喂？對，該基福卡裝修嘅是這種哈，該兩條鳥我是
老爱说，拢莫伊强啊，半个咧强啊大。哦。嘿，半个咧强啊大，细细我起楼哦，起楼该很可爱。对不起，我娃娃音了。他的名下。加油加油！叫什么名字？他叫。哎呦，还会给你加油哎！因为我们手伸出来说加油加油加油，他手也搭上来加油。哎，他很给面子哎。对，很可爱。唐二世呢？唐二世，几条都唐二世啦，要不要理你而已。对呀，对呀。真的唐二世嘞，唐二世啦。问佢讲，哪里吃哪里吃，然后他就会走到去该猫碗那边。一起搞个食物碗。对对对，两只猫，一人一沙一家。哦，一家一家玩哈。我们家那两只猫很可爱。对啊，就是都关在房间嘛，小孩子的房间啊，偶尔门没关好，它就会跑出来。那一只就是不敢出来，那它怕出去外面的世界它没看过，都不敢。那一只就会慢慢的在吵。然后我们家都有种一些树啊，很奇怪，它就会一直挖那叶子啊什么，都被它吃光光，习惯了。给牛就会吃得会臭啊，要么给他们天性会吃那些，对，就是让他们肠胃消化。猫草，没有吃到拉肚子，吃到拉肚子，有的会做唔得吃啦。对。来，强医生给先生公平一下。秋婷姐哈，做了比赛研究来哈，又发现说你对你自家创过的那件事情哈。其实有期待，也有突破。你看那其实那种歌曲，郑小君这个歌哈，看起来不是很简单。就是唱起来好像一般人太敢唱哈，那真给他冲起来哈，那基本上要有一个心态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释怀的感觉。那你今天有做到一半，有嘛跟人讲，你那个心态就是我要突破那种歌曲的风格，事实上你已经做了7、8成了，但是少了另外一个心态就是。然后建议你就歌词、拍子、咬字基本上都标准，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在演绎那从那歌曲的世界，你很得上的样板冲。就是你那个表情、你那个眼神，然后那个动作，还有那个唱的歌词里面，事实上你在维持那词哈的一个平均 balance 的标准。那对比较 feel 的，就像我们前面跟冲的其他歌曲，你要有带一点 feel 的时候，有没有哈？那个拍子已经不能用算的，你知道？就要抛给啊，抛给你不能用算拍子的方式，你用算拍子的方式的时候，你那个律动不敢推，没有到人歌合一的那种境界。对，应该是说他要扮演的角色叫路人甲，给大家冲叫路人甲。那路人甲就是我的，比如说我现在唱一个半夜2点15分，比如说我这样嘛哈，跟我讲半夜2点15分，男配角、女配角，听到好像碰到鬼。不是啦，然后假如你假设你是主角的话，你不管你比如说你的讲有心事啊，就得爱给顺哈。比如就主角讲话的时候，他不是你讲你讲有心事就得爱给顺，他不是这样唱的。就你要一个你讲有心事就得爱给顺，就你用什么意境？就你要扮演那个角色，也就是说演冲，你没有演，你只有唱，这个你还没了一些，就是你过去你扮演的，就如果有机会要做到那个位置，一定要有演，你的声音没有进去，就是你一直在旁边想，你已经到了最佳女配角，女主角的部分你没有杀进去，你听我意思吗？就是你要杀，你不杀，你又选这个 feel 比较难的歌，你某一冲击它的话，你的 feel 会起不来呀。你要卡到两片，就爽啊，拍高分，再多给一点上不去，下了又不会下嘛，所以就维持在那边，就永远的大老二啊。最佳女配角。就听简单意思讲，就是基督教舞台，这基本上是对我们自我的一个成长。我们评审看那么该嘛，你已经有企图心了，但是不敢下手，意思嘛？第二，我希望就是说你哈巴有这个突破的歌曲，像这样曲风或者其他人选的曲风，我们觉得平稳度都冇问题啊啦，咬丝啊、抛给嘛跟冇问题。对你来讲，感觉尝试要突破的，不是叫你换曲风，而是你演的角色要到位，就真的要下去尝试看看。相信有应应，你会有那个机会
分数跳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只差这个心态的部分，给你建议哈。好，希望，好，紧张，好，来，欢迎哈顾秋婷嘅分数。希望先生，又是嗓门，分数就是永远上不上下不下，这样就是这样。我只心满意足诶。你就好了冲狗啊，连青豆新狗啊，你还冲有200条嘞吧？你光在我们节目打知名度，要4年的时间呢，一到节目做了7年。他好像在农业大擂台驻唱呢。对呀，谁有你红？还有乐队伴奏乐队驻唱大乐队。西蒙先生，是你到时候要办那个家宴那个演唱会的时候，燕中飞的乐队直接对，你可以歌单开给他们，都不用练团，他们不便宜哦，请不起哦。这你某便宜哦，便宜。对，这种坊间的应该可以算便宜，可以便宜一点。都对了哈，都认识4、5年了，可以啦。对，可以哈，打到骨折。好，希望先生，什么秋婷记，反正也可以哈。好了，好，杀了嘿李小怡带来 Let's Go Dancing 哦。哇
哇，舞池哎，对啊，这真的就有人歌合一的感觉啊！真的，天这他这个全部腾的很跳呢，很想跳，都有那个 grooving 哎，你就感觉好像一个秀在表演哈。嘿啊，一起到 party 的感觉呢。有没有表现的清吼？哎，他这个真的呢，我们玉腾还打了木箱鼓哎。哎呦，好，你刚在说音大调，你以前是打什么木箱还是卡轰？还是那个爵士鼓哦？你正给那打鼓哎哦？啊，弹吉他哦。哦，也会打鼓，弹吉他会打鼓，嘿啊。哦，那你是边打鼓边弹吉他？怎么可能？用什么地方弹吉他？哎呦，哦，有没有？吉他一边要压弦，一边要刷，要弹啊，对不对？冲水了，刚跳得很嗨的，4P欣赏同公平一下。唐豆安的狗 Q 啊，真的做的真的是很折磨，真的很折磨，对 ，OK， 亚叔狗 Q 的很啊，跟个狗 Q 哈，今天先亚叔狗 Q， 我觉得很对你的胃，尤其黑大白看到人使用，虽然讲大白讲啊我过敏啦哈，好，可是今天啊知道唐豆亚叔狗 Q 来当向书，好，那边觉得你今天发挥的很好，那。不过因为要拍卡 dance 的部分啊，哈，有陣時可能你身體啊會影響到你唱歌嘅部分嘅上線啊、穩定度啊，所以可能今邊呢還有可能昨天嘅嗰張係咪考你略會影響到啊？不過我覺得還好，今天的鋪陳基本上都非常漂亮。那就是說我本意都建議可能，因為剛剛就是我們在老先生向他討論講，今邊少宇今邊表現很好。啊，那邊係咪做得如果它多一點的東西，可能會幫如果它唱起來更快樂。好，我要講的是這個鋪陳的概念。啊，不過因為兩個條件，亞洲歌可能看就是2拍嘛，知道嗎？哈，2拍。那東方的部分有一個 interlude， 就有一個間奏。那這個條件的部分的鋪陳，我覺得你有點過於小心。有點過於小心，鼓手可能應該講，如果我這樣講，我抽唔起，我抽唔起，因為前奏太好了。我照理來講，我的身體應該就已經要開始有一點熱。不過我覺得你太小心，聽聲音，鼓手頭前的那種律動感不是那麼的明顯，所以你給到6個黑啊，做的表情不夠，6個黑的層次的表情冇馬拉。還有東方這個舞的部分啊，轉音有點勉強，好，轉音有點勉強。然後可是呢，就可能你在享受這個間奏的過程之後，你把自己突然放鬆了，所以你後背部分呢開始出現了有一種感覺上啊 ，I enjoy this 這個舞台，我開始 enjoy 這個舞台了。鼓手你已經大概忘記80%的，這是現在在比賽，所以你讓他。知道我覺得很開心。唐豆小康老師幫人家樂團的部分幫懂後衛這種間奏，你馬上開始有個層次感了，這非常好。所以基本上兩個提防，除了後面有一點點，也是高音的部分的假音有點瑕疵哈。我很喜歡後段的部分的兩個律動，身體律動，因為身體律這種歌曲，你身體沒有律動，你簡直在跟那個地心引力在抗衡，這是。完全很沒意思的事，所以我會希望講，你就保持這種 enjoy 的心情在做一首歌。我一直跟你講，樂團給你的訊息你一定要接住，所以這個部分你一定要記住。緊閉算是你有接到一半了，所以我會希望再繼續接下去，講哈，你就會知道你第二舞台用班做 live 樂團，你會覺得很 enjoy 的原因，你就會找得到，而且你會每一次越做越好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來，又到曲夾本書啦。我唱注目還有邱婷記。兩位。用大平分。不要懷疑，不要懷疑。來啦。不要懷疑。來啦。對啦。啊，別下子就。對啊。張冠陽轉來咯。哦，係啊，別下次哈排泄啦哈，喺依邊再個轉來了哈。個轉來，係好。好，來這3位哈，293分。係啊。那看下來看小儀嘅分數。可是小儀冇到93分，也2位一樣辦。2位就先起的呢，小儀上一層。好了。看下來看李小儀嘅分數。做個呀，扮中央。
己很淡定。对啊，好淡定。恐发没黑不这么高的分数也一点表情都没有。对啊，不行这样。没了，我们做对了。听下来看李修一个分数。哇哦！95点分。好了，亚洲强力球中 B 面炸豆。强登冲 B 面炸爆 B， 恭喜修以 B 面成功，俩海连修挺关，恭喜。也来到传统组的保米争霸赛，目前迄双里怪评分呢，赖燕婷5关啊，你修了过5关才得奖。对，不要一直就停在第5关了呢。应该不会啦，我行出去哈，用前行。好，今日所以基本嘅参赛朋友双礼拜6下来。强用的。好，比赛之前的介绍完的评审欣赏哦。好，欢迎常永兴先生。陈秀峰先生、蔡启贵先生、曾明珠先生，先生好。哎呀，好，先生介绍脱咯。好啊，按照马上进行今日比赛了哈。哎呀，哈，有请 TV 哦。TV 人罗本人啊，罗云田带来评判。好嘞，谈完了。人生哦，才那是啊，哎呦，愁那莫老啊，太阳树啊，一代哟。见我了啊天啊，电源我心啊，狂风啊跑啊意，奈我啊何能？来太高哈2米就经验哈。哎呀，双礼拜后晕啊，不流啊了。黏到啊，黏到呀，2礼拜就会失利了哈。哎呀，礼拜係唔掂用辦咯嗬，唔掂。冇聽啊，冇聽啊。係，嗰時蘑菇唔知做唔得峨眉咩，係嘛？峨眉就做咧係啊，做一般都是後山後水北山北哈料啊哈。好山好水好無聊。好無聊啊！好養老的地方。好養老的地方。你像有嘉威人哋嘅客家嘅創作故事帶呢一片。峨眉哈。係冇？阿頭哥咩帶呢一片嘛？帶一包嘅，阿頭哥帶一包嘅。米莎金錢咩是帶過福群的用嘅？哦，真的啊。哦，係。剛剛唔啲。峨眉啲嗱。新竹嘅最南片。最南邊，係佢鹹寶山嗰下去啊！寶山北部嗰下去，嗰下去，啲石頭山嘅燈紅嘅。石頭山佢係峨眉嘅人嘅有南莊隻，唔過嚟帶嘅係有頭份隻。哦，頭份嘅頭。哦，呢個當獎啊！嗬。係帶
外带本地的是较无感觉。哦，我听有青岛吧，迄个边有啦。我讲无聊。假日一道啦，一道吧，一道有哈，一道有哈。因为一道讲的地方最标吧。峨眉哈，3月的有黄金铜莲花。铜莲花，唔咩樱花，唔咩铜莲花，3月份的时间啊，掠下步道动做点做假眼的，不过我家己嘅红颜将会完全嘅做好来，环湖步道，系将会完全接落去。哦，阿弥湖咩？阿弥湖，环湖。哦，个白冰冰好像听说有在那边买了一个。哦，这个米诺太福乡对面。对嘛，对面有个太福乡啊，有印象。讲波子有波有。哦，嗰啲以前佢买起嚟，嗰啲以前係王中平啊。哦，真的啊。哦，后来买一轮，并且买全部都有八卦呀。那两年代的两年，做乜嘅事情全部都係。迄個片買 T 台自家就跌。誒，對唔對啊？誒，外面又要看啊。係啊，特別嗰啲。有上到冇？有上到冇？我咪嗰邊以後。當到中獎。誒，來創題來唱高中先生。羅先生今日創業平板啦，吼，創來算還以後啦，4平8穩啦，吼。不過可能平常時冇看冇留呀，安尼樂趣吼，配合嘅話，故說像羅先生創業比較較都是會較慢啦嚇，較慢一些些咧。也係天意就有兩隻蔬菜啊，吼，天意記嘅有冇？太素嘅素，然後天時記嘅泡魚嘅魚吼，你全部從夏雨嘅時節吼，也個生啊吼，有些些嘅冇法度好，帶下去，吼，如果帶下去嘅時間就從冇法度好嘅運企唔長啊，吼，一下就切脫咧，也做得研究一下看唔愛。從較高一隻事，也係講，佢哋會訓練一下，做得然後佢從較長一些咧，安尼會較好。冇就談到像嘢走啦安尼啦，好，從來做得啦，加油啦！哦，什麼先生？很突然的結尾。因為從來談得啦。哎呀，我做得啦，我做得。好啦，看下分數啦，看下羅雲強嘅分數。分數咩？我做得啦。對，看得啦。看得啦。上禮拜咁樣。兩分啊。好嚟，沙落去。沙落去仲面繳得來神稿字。我嚟彈過啦嚇。
哎呀，嘿，米球子啊，嘿嘿嘿，你好你好，祝生年哈，烤了2片葱。嘿咩？哎呀，我讲到呀，结婚一久诶。结婚一久啊？结婚一久，唔记得了。唔记得了。哎呀，唔同人先生结婚都要一多年，唔记得。哦，我小学嘅派有40-50歲咧。哦，40-50歲，按樣是50空年，我50年，感情當好啦嗬。落嚟爭還有盤啊！哦，落盤。特別六樣幾多片來哦。啊，佢唱歌咁樣陪佢去啊！哦，真係啊！有冇6樣嘅？你看下。舊妹啊！舊妹本來唔會啊！本來唔會啊！我喺佢學呢個智慧手機，佢都冇啊！係哦，佢哋阿個用嚟一件冇傾嘅錄音，做一件我拿嚟講嘅。係，先生去研導呢。係啊，得3名人講啊！哦，真係哦，你咩講啊？冇啦，我就拜嘅。唔會，大班一來咩講啊？來那邊唱歌都有大班啊。就會二來後來嘅唱啊。對呀，係啊，唱歌快樂啊。後生時節就上網做聲，就唱流行歌嘅好多啊。就你退休咧，將來唱神歌。哦，就咁樣啊。係身體會健康。係啊，上網寫過人名啊。咩情況啊？哦，從這嚟唱，秀芳欣賞公平哈。好。米球子，我知道金幣含溜溜啊吼，我安尼行行誒。佢說行行唔計上人嘅時節啦吼，計就從來唔係講，人講行雲流水吼，當順暢安尼。就從無按標送，唔計上人標一送，唔計上人會演員，演員不幸談到就會越好談。吼，尤其吼從呢個位為人處事咧，大概啊哈，唔計上吼，冇標按從，吼標從談到就還冇按詞言吼，還從呢個愛與中咧，大概愛與中咧，標啊強調誒。你個規則嘅樹葉吼，跟每人就會唱嘅當家，你將不怕鄰國強戲空，你個空，你就從呢個位安尼唔係從後人頭邊出去，後人頭邊出去，人個上就會變個當唱，好，你就當順的安尼唱出來，從你呢個都市嘅單田變佢順的出來，個上人吃人。本人就會相應啦，本人相應吼，跟人分數就會高。好冇加油哦！好，謝謝啊！來看一下人嘅分數啊！看一下仲米球嘅分數。來，做得，謝謝老師。以後，好，做得，好，恭喜啦啊！留下來冇問題。別當錯哈，也可以哈，謝謝。好嘞，殺下來。殺來係主興奮帶來落山歌。好嚟，彈完啦。
真的会冲。唐兴奋自冲过。系啊，吼，我家咧研究讲哦，因为这个冲嘅望风烛的嗰種感覺。風燭欣賞嘅嗓音，有些些唱嗰種韻味啊，有啲嗓線，對，嗓都沒當槍嘅音質。嗓都沒當槍啊，冇感覺。嗓誒，啊，知道你客家聲妹都嗓得有些衝衝。風燭欣賞請講啊，係啊，哦，係啊，嗓音咩吼，這嗓線啊，音質咩有衝吼，有反應嘛？你天氣好嘅嘛？冇啊，應該唔係啦。哎呦，你從頭我邊國本來聽聽。你我邊國本堂，所以你有時候是這樣。有。有時候是。有人同佢做三夫，你有上嘅時間，唔單止可以做船點呢，有冇做洋菜嘅了，做三夫嘅。這麼斜槓。係啊，厲害，味道會賺錢啊，係嘛？很厲害啊。係啦，都你講家下。頭擺人都講學術語啊，跟住都選擇講做啥嘛，哦，落面我想講，我爸爸都講，本來想我講，天冇好也係做啥嘛，我爸爸講，去做啥好咧？哦，做啥好？佢講讓人天冇，我讓人洗頭，佢講佢洗頭，我做唔好。哦，做啥好？我爸爸傾向愛啦。結果就開始選做啥？做會當佢做船點，嘿，做船點，做船是都米香較無按當然做。對，人種用買較多。木主要較快，嘿，做船點做4-5年嘅啦，4-5年都面啊，冇都叫生意嘅啊。哦，就同佢講啊，媽媽讓我做生意啊，講好啦，好啊。哦，啊，做點做屬於嚟。嘿。啊，咩好啦，做船點一家不卡，一家不卡啦，方便哈。蘇醫是年輕，有蘇醫，講醫咩稱號？係咩？有數醫都唔驚屙屎啊！係啊，唔會咬到。好，沖水嚟。長期過先生公平一下。好嚟，好嚟，阿奮記哈，今日帶來一個廬山歌。坦白講吼，到阿奮記安樣嘅年紀嘅嗓音質，一個嗓啊。相當好，尤其佢個作韻呢也做得相當好。美韻一來講，就喺度客家話講嘅當浪調，係。但是有一個問題我請教一下，咁樣歌詞係你自己寫嗬？一般咧有請教先生。難得在比賽期間自己我嚟寫歌詞，也未出得加分嘅地方。因為樣呢，本來唱歌嘅人，自己一地講我唱樣嘅。方向來行，嗰時一樣來寫，也多少來去教學佢都先好，嚇。像佢哋可能一嗰時要自己我去寫佢嗬，表示講有通通咯，佢唔會錄音磁帶啦，真是啦，一嗰時印象詞言就會引來呢，一嗰時會印象引導嚇，也係實在鼓勵嘅地方，尤其係廣告佢哋不管在台風方面、音質方面，確實。也唱得好，好，繼續加油，好，繼續加油。什麼先生？哇，你看一下佢嘅分數啊！我看一下主新婦嘅分數。哇，95分呢！哇！哇，那有 GV 哦，有 GV 哦，哇！哎呦，吼，安尼先，兴奋剂轻，很淡定哎。对啊，好淡定哎。恐发没黑温温，这么高的分数也一点表情都没有哎，波澜不惊这样。没有让你抱抱嘛？没了，没做对啦，你做对讨抱抱。恭喜你啊！什么？哎呦，唔讲就唔讲嘞，好来，恭喜兴奋剂。也可以哈。哇，厲害啊！好，撒下來，撒落去城裡面帶來三個字。嚟彈歌啦。古道了。
跳了心呐。练啥好？练啥好？帅气的陈大哥，哎呀，大概就呆当模样，还没哈，超挺今后，哎呀，你跳那模模式啊哈，哎来，哎他旁边啦，呆当模也就不是四天，对，你结婚一多年嘞？40年，40年，很快，哎呦，优秀呢，其實啲哈，有知啊，可能拉幾多歲？67年制，你記得67年制，67哦，67個47歲吧，差不多。哦，57啊，對啦，係啊，其實有啲，哦，因為你剛好67。用係自己年紀算。哦，係，跟住頭尾有當兵哦，聽說當兵啊。我清早就結婚的啦，清早結婚。我以前的觀念，人家是講，我先成家再立業。哦，你沒有成家，你不會穩定啦。因為什麼啦？有這個有奸呐，所以我個當兵呀，出來我就開始做生意的，做外務員，做外務員，做推銷的，對，然後推銷那些果汁哈，我成績非常好，但是問題來了，這個你講話這成績會很好。那個時候哈，對，我還沒有講客啊，那唔要講客哦，因為30年、30年啦，都冇講客嘅。哦，因為做生意都講好攞啊。哦，好攞花。哦，所以叫填標題就錯嘅，唔記得唔記得。拖你30年嘅，真係，我冇客家電視台，我咪叫冇講，我跌停了，這個真係，一個做單槍啲冇卡同阿媽媽講啲啦，係啊，平常時全冇講啊，我哋客家電視台，衝山歌，原來都客家電視台，要慢慢要飲咗啦，哦，清好，飲咗啦。啊，後面我就因為發覺它的品質不是很穩定嘛，我就研究機器啊，做加工的工作啦。哦，啊，你自己研究機器怎麼加工，有冇嗬？所以咧品質好啦。所以就按照又把到機器個做落去。哦，懂巧呢。對啊，會轉個彎這樣子，太厲害了。對啊，從頭來唱民族欣賞公平一下。好，裡面欣賞嗬，我時常咧要來關心大家，我比賽歌曲嘅時候選嘅歌詞，嗬。唔好唱難呢，唔好唱文言文呢，嗬，因為你唱文言文，你要拗強，拗詩，要一張，嗬，要唱比嘅強而然，是為要順勢到你嘅分數，嗬，會讓向到，嗬，所以今日呢首歌係王鳳珠老師寫嘅，嗬，客家風情古都見，嗬，佢唱到青春。再來群謙奶酪客家人係咩當簡單咁樣人，祖先智慧恩情態，薪火相傳一條心，我說你係親適當嘅歌曲，無論乜個場所是適合來唱，主要係你提及客家嘅歌，唔會到拗詩比章來，因為你學兩年嘛，你嘅詩練強，你是拗下唔章，是我特別的下出力，客家了風那天咯，你知唔知？特別下太上，喊埋咗自家愛來接，用把人比，太西上下潤的喂，用人嘅分數做得拿到下那個。咁啊，門窗呢是唱到千張，千好，繼續加油好嘛？身體要養好來啦。是這樣，好。先衝標嚟，陳先生。看一下兩個分數。好，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。沒有呢，就是3點啊，要分數一做的，好，你做個電話什麼？你講好，做得啦，靠天哦，唔好行嚟咗啦，講真的嚟，不好保養啦，好保養，好 ，OK， 好，沙下來，沙來，來燕婷帶來平板。好，等佢啦。
见面嘞！哎呦，还有上瘾啊，来翻译哈。嘿啊，大白就是那很嗨这样，很 hyper 那种，冲水以后就会很嗨。对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注意他，哎呀，给在行路跌倒了。对啊，哎，家弟们这样节目当中就跌倒啊。对呀，哎呀，哦，声音哎，你这会不会是肌肉萎缩症啊？应该不是啊，有的人肌肉萎缩他不知道，他就是常常会突然无力了，对啊，常常会跌倒。罗哥很干不哎，你腿太细啊。我最近有加强这哦，真的哦，练一下肌力啊。加。哎呦，哦，听说有在做那个自己分析自己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还真的还有上瘾轻缝哎啦。对，做那个测验。对，测验人格分析 MBTI 对，然后 ENFJ 给买主人公就是比较好相处，然后会出主见，就是可能在一个团体中会出主见，然后会有7个意见呐，给你呐，也就叫 ENFJ。理性的那是属于什么 ？J 还是 T 还是什么？好像是 T 哈 T 哦，那你是理性还是感性？我是感性，你是感性哦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好，请问。哦，宝贝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。嘿，我去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。嘿，那你要问我什么？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哎，真的嘞！哎，我是好女朋友人呢，真的有厉害呢。上一摆有人问我2个问题，他就讲宝贝。就看一个问题嘛。他上次问我啊，我就说啊你买什么面包？对啊，我跟罗哥回答空用啊，你买了什么面包？对啊，被骗了，用把问题给讽刺妹诈骗。所以现在亚哈公真年轻人很流行这个对自己会做那个测验，尤其学嘅戏剧部分呢，系啊，中医说的人，像我们这种应该都南瓜了。啊，对啊，真的像我这种年龄已经是 I 型的了。哦，就是完全不啱啲啊，冇做過呢，因為個問題太多咧。對呀，難思做。在舞台上我就是 E 型的。哎呦，應該就是。安陽就後了啊，今後啊，對啊，就是可以台上台下分隔開來。好，來，從順嚟向高中欣賞公平一下。好嘞。燕婷今日從個評判機原則上。歸屬的來講，係問題無大啦，差唔多係安尼。但是也對方有幾隻東西，係要注意的啦，吼。雜音、上音，嗰個天意機嘅數目跟太，嗰隻太師嘅前韻無韻啊，哦。嗰個創物件嘅創出結島，嗰隻導師咁樣創嘅模糊，韓國一條詞啊，吼，天意機嘅數目見太好雜音，我建議你哋應該講數目太嘅好雜音，唔係見太好雜音，因為數目要太嘢幾張係用嘅嘅一係用張好雜音嘛。見太你盲太時間，你雜唔得音嘛，係。數目太嘅好雜音，係安尼。也係對歌詞嚟講，但係對你唱冇乜嘅太問題。但是因為要視張強演，必須要雜音、上音嘅要注意啦嚇。加油哦！好。真的是種欣賞你搞學生。係啊，安陽清好啊，好識到咧，嚟唱興奮劑哦。哎呦，興奮劑，哎呦，見你見到我。哎呦，興奮劑95分哦。幾關嘅對嘛？係啊，上禮拜有評分嘛，94分。來，看一下，來。好，看一下，來燕婷嘅分數。天公啊，落水啊！天台嘅節目，係做做成嘅企劃，係前15集，無強樣國家愛國人都係唱天公落水。娛樂個準時度啊！冇，係天台成嘅企劃。看一下賴燕婷嘅分數。有評分。
哦，哇，吃秀平分呐，平分和保留给他神经嘛，对，嘿，好，下礼拜就继续加油啊，加油了哈，这些问题要注意哦，先生讲的会谈，对，会谈，好，老师讲的要听，好，要听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来，好，下来就请燕婷等上一个美面炸布味，共用迄报纸5罐，枪死哈，枪死5罐，要先恭喜啦吼。下礼拜搁再来变工。老年音乐会，哎哦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人家在办的哈。啊，你个表演看，哎呦，两码啥？哦，嘛是他个非常的熟悉啊。哎呦，很帅呢，东岩岛呢，也方面被特奖。对对对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。哎，非常优秀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对佢们非常熟悉啊。哦，也唔都是介绍的啦。唔单枪黑说是哎，我是从小看着他，不是，是他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呀。周恩来沟通给比赛评审欣赏，莫本来高的 GV。对对对，还冇想到记恨到现在。哎，还冇想到佢出新唱片呢。新的唱片呢，根本伊唔系评审欣赏，佢根本系创作歌曲来到你节目底部都发行嘅新专辑。差不多1年发行一种新的专辑吧。哎，真优秀诶，真标。来，夹了现场去好好唱歌的啊！来，等下让访问机来。创作锤子齐着你来。松懈落尽，春天的脚步悄悄滑去，离开我下多年，不知有几多改变，有种沉重的心情，不记得这个很满意，爱很满意，一片一片都落满地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。一页一页都是记忆，我们都是奇迹。一片一片都落满地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。一片一页都是记忆，我们都是奇迹。一遍一遍告诉自己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。一天一天我不放弃，这也是绽放美丽。一遍一遍告诉自己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。一天一天我不放弃，一生一世都绽放美丽。头发开来，菊花哪里放？头发开，头发开，头发开，头发开满树啊，菊花染点金黄，寒天过去，松懈落尽，春天的脚步悄悄滑去，离开我卡多年，不知有几多改变，有种沉重的心情，不记得这个很满意，爱很满意。一片一片都落满地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，一页一页都是记忆，我们都是奇迹。一片一片都落满地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，一页一页都是记忆，我们就是奇迹。一遍一遍告诉自己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，一天一天我不放弃，这也是绽放美丽。一遍一遍告诉自己，一步一步负重前行，一天一天我不放弃，一生一世都绽放美丽。菊花哪里放？头发开来，菊花哪里放？头
去吃方便，真的要按好哦。冇啦，对呀，你会很高矮一下。主持 AV 很浅的出唱片，没，表示歌迷满天下，哎，什么太噶？对啊，歌迷这希望佢夹到做出唱片啊，所以敲完你啊。对啊，敲完人工嘅出口以后，哇，一年的时间受到很大的回响。都好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出点点咩做，很多阴风60。阴风60，嘿，你这忙到60，你的阴风60啊！你用底很演技嘅，睇下看到都會按了，差唔多啊，差唔多。冇啦，M63係平些嗎？很忙啦，很忙啦。其實我講嘅係1960年，哦，到2014年，係1960年推。嗰陣時候，大家對母語嘅禁錮，譬如講，不能講方言。哦，對對對，那時候叫方言。你有被罰過錢嗎？有，哎，沒有，我都很認真。哦，各位老師，各位同學，哎呀，就是客家腔而已。客家腔而已。我是被罰過，真的哦，罰了很多錢。我哋做咗些時間，因為我喺香港嘅60年來，其實有當到客家，不管係音樂人，又係藝術家，係當到人對客家、對母語嘅自律母語堅持，還有不管做音樂、做乜嘅東西，你按到人真的就是豔放。豔麗的奔放，一次行都連下60嘞，60年嘞，係啊，真正客語的音樂綻放。係，古所講係第一排。所以60年前，基隆市有開始乜嘅音樂嘛，客家音樂。其實冇大家都會唱山歌，古所講第一排專輯第一天數講係做唱老山歌。哦，係自家唱老。要結合青島傳統嘅歌名，介紹一下呢種專輯。哦，我家講呢種專輯，我就想講啲。山歌開始，本大家啲講，你要當到，比如講山歌，係要加下唱個桃花開。其實桃花開咩差唔多60年嘅樣子開始流傳。有一條客家流行歌嘅脈絡出來，60年前行到了。嗰樣子係咩行勢啊？就從細就開始唱到一條歌嘅，所以我出頭嘅時間佢上節目，因為我不唱客家歌嘛，全部唱桃花開來，菊花哪裡望？係厲害，太犀利！咩家嘅歌曲咩係替拜挑戰嘅歌型啊？為啥呢首歌曲一方面係因為去年嘛，2014年，你移動節目很多動詞來注釋，我出轉錄卡戲，弄下姑姑啦，弄下朋友啊，同下朋友轉，係落鑊轉落鑊，係啊落鑊冇錯係啦，冇，你一邊睇下會向下來公堂做菜，應該轉應該就上人家係轉種菜，我就想講啊，奇怪嗬，轉去有啲老人家冇菜嘅，我的願望咧，係有啲人嗬可能離開嘅，有啲人要喺到兩位，我想講邊都按到，唔講冇邊係乜解，可能轉落鑊有條書嘅行菜，擺啲書行菜，嗰條我就想講我細時節哦。我婆同我唱山歌，還有我國中的高中的傅朝之，我國中他就教我們唱山歌，我就因為那個英雄董承天太沉咩，嗰時候我就想講，係我頭前的人講嘅做按潮流的東西，我這個轉來一些些嘅，攏係血脈地背度嗰種。山歌的東西，這個基因情出來。裡面呢，因為想，這個曹哲偉是這麼新潮的人，因為香港嘅做呀種。係啊，我挑戰，我踢一首歌出唱山歌。哦，唱山歌，你動態呢？我唱老山歌，清唱老山歌。哦，係我就是我係什麼於娟啦，什麼當到先生，我要去問講山歌應用慢唱。於娟啊，係啊，於娟講，係啊，佢懂乜唱咧？我自己懂乜唱啊？因為我知道哈，於娟懂特別的地方喺哪裡？點樣唱流行歌？佢細時節出比傳統，都太嘅行啲唱傳統，要唱流行。古所講佢吸收當到。譬如講，當地可以先生嘅功力，還有佢自己人生嘅經驗。古所講，我自家啲唱山歌嘅時節，我唱乜嘅山歌，喺乜嘅龍太下講，山歌喺自家生命嘅經驗、精神，唔係講啊樣板特別好嘛，特別好喺你自家生命嘅經歷。古所講，我唱係一批嘅山歌俾大家唱。哦，譬如講高中教藝嘅，我龍阿婆學嘅，有一個我自家。包梅糖嘅，我希望山歌唔係太加糖到嘅純啊糖山歌都冇糖嘅，有嗰種其實山歌咩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，我只有懂翻嘢，我唱山歌有啲人會講，原來山歌可以這樣唱哦，我覺得我的
我想要做就达到。就像特别个吴生志老师一样，佢吞当到客家歌的，重新改编以后，哎呦，原来客家歌要做人唱，那个我谢宇威老师，系啊，对啊，佢同个山歌平板做咗改动，就冇咁嘅感覺，所以講哎呦。哦，原來要做按你編發，係啊，做一下編發，睇自己接速度，可能會吸引到不同的人聽眾。係啊，我做弄動到我自己想愛做嘅山歌嘅東西，然後留下結合，係我啲地方都譬如講我要唔單唱唱歌嘅哦，我係要講故事。哎呦，因為我自己唱電台 DJ， 係我希望用一些有一些你可能過去父執輩嘅東西拿出來，比如講我喺挑戰《天公落水》。哎呦，因為《天公落水》有當到版本啊，有聲音咧，有爵士，有乜嘅。我啲挑戰時係動鏡，因為唱唔好就完蛋了。對，因為他印象太深刻了。因為當到唔係客家人，譬如講我唱《天公啊落水》，大家都會唱咧。我就想講啊，用呢首歌曲編乜嘅形式本大家啲，我就去學找歷史。18、19世紀，黑龍人、然後客家人其實有衝突，他們是械鬥的。對，所以我就爬出那個歷史。所以黑龍人講罵客家人講乜嘅客人客骨頭，對，錯。還有個以前父子輩會講你做唔得討黑龍人哦。有黑龍人講你做唔得加客家人都當辛苦哦。我就用天公落水，我就對比了你台灣民謠有 TOO 北落河那種意境，我想要兩首。夾向下，我覺得要代表族群融合。夾唔落去嗎？彈寬啊！哎呀，夾唔落去嗎？我希望兩首歌曲變。天空啊，落水啊。是寬啊。好像和弦不太對。我們試試看。青南宮哦。對啊。彈寬啊，都係結合冇嚟。草木來到行水邊，行水呀情又情，在個水中秋來秋去，天公啊。情又情，在個水中秋來秋去，天黑未落雨，天公啊落水呀，妹喲，帶點草木來到行。
水面，汗水也亲又亲，不会在个水中秋来秋去。天黑黑要落雨，天公啊落水哟，天公啊落水哟，天黑黑要落雨，天黑黑要落雨，天公啊落水哟。天公落水，这风格转变太大了。对对对，那跳前啊，老都会天影呢。我同大家講一下，呢個版本係本你啷個大擂台嘅版本，因為呢首歌曲其實係第八度嘅一部曲，跳前嘅 intro，所以我做差唔多1分鐘到2分鐘，嗰種有點像 remix 嘅 remix 嘅版本。聽伊彈出嚟有我前一隻聲幕係講華語、福佬話，我自家則個講客家話，啲講了個故事，剛來講嘅銘刻謝隊嘅故事，這個呢首歌曲。哦，很有設計，其實很有意思。所以你拜專輯所以係概念性嘅專輯，第八都有啲講法，有啲 intro，所以龍太講山港樣板來嘅，我自家係樣板嘅人，係我啲講天公落水，我一本太解係其實星爺唱係天公落水，羅大哥唱而唱係天公落水，係我唱嘅係我希望天公落水變成一種祝福。本太家啲講，其實啲客家流行歌，咩做啲啲山歌嘅。大下來發芽，點解都要當到嗰位可能要雙種要關係，譬如講我喺山歌、老山歌嘅詞係我自己寫嘅嘛，我喺第一張專輯嘅最尾一首時裝台底部七言絕句拿出來，這個唱誒，係底部都沒有唱芭比，還有這種梗誒，真的是送給粉絲彩蛋，真的是彩蛋。你粉絲有冇個反饋嘛？哦有啊，我講其實我先上線嘛，實際係啲數嘛，我數到當感通嘅係，譬如講天公落水那首歌曲，有當人。我寫我錄講，我啲表演歌嘅時節，他不是咩客家人啊，我用客家話講，我啲表演時，我媽媽啲廚房啲做下煮菜，佢甜甜倉，甜甜倉佢燙到天鵝嘅時節，佢喺挖條個，剛才有燙唔錯嘛，你講天公落水有天鵝，我就知道，我當中做一件冇共樣嘅事情，好像我目的達到，係我都本動到，就係燙到，係因為天公落水正經唱大家講嘅係。唔係客家人都會唱呢個主題，譬如講什麼人講啊，我有去問呢，我自己有去爬書，說你唔係客家人，你有做過大數據嗎？真嘅，統計，太敢通。20幾年前那時候有經過統計，就是大家對客家歌的第一印象就是客家本身，什麼人講，天公落水，最後3條。最後3條，幾樣事啦，也可能要較多嘅啦。跟我做因為禮拜咩因為安陽興，我自家天台嘅節目，我做做新嘅企劃，我前15集無共樣國家外國人攏嚟唱天公落水，差唔多都播出嚟。有錄到專輯度啊？冇，我天台新嘅企劃。你這個就是叫還我母語那種感覺。這個歌做事好極致，都還我母語。轉型給你，還我母語。現在沒有這麼激昂，沒有。1988年可能這麼激昂，還我母語。你阿伯羅哥咪講我讀好，因為我差唔多做好，我本代冇想到我2014年發嘛。這種演出講，因為我阿伯唔單槍請讀子祥，還請到一個非常神秘的那個音樂人，叫黃真，我冇看過佢哦。黃真，他叫黃真，冇看過，他形影我也沒看過他的人。他每次都黑幕，然後我就是溝通，很神秘啊。他編曲什麼天空落水，他編的啊。我唔識看過佢呢。李亞青都按用嘅啊。我唔識，我沒做在情外國人嚟。係啊，我想說你可不可以讓我看看你真面目？他說 no。
他说我对你的歌有感觉，声音有感觉啊。如果做天公老师来编曲本意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好有个性哦，给他钱啊，对，音乐给他钱给他。不会是 AI 吧？不是咩，真嘅人，真嘅人。故所講係嘟好香港愛發行係出現10月28號咧，咩係全國咧，環我們運動日係要全國咧客家人。我知道對我嚟講當重要。嘟好，我好朋友伊凡，佢咩發嘅泰雅族母，你強熱嘟好，冇講好呢？冇講好，用上佢發行哦，強一扎幾扎飛啊，用3000塊。強熱發行，強一扎幾扎飛，有相片㗎。竟然係黨監通，因為唔單止喺台北市客委會主委來，文化部長來，他偷來沒有跟我講。蔡詩萍。台北市文化部蘇偉姐，文化局長溫嵐，全部都是真的都沒有跟我講，我那天就是嚇到。你人緣太好了。什麼太感義偉，義偉，對，還有俺志忠也盧子祥，然後溫嵐，還有那個。李書偉，所以算是原客聯合一家親，跟你幾雜費當什麼？咩什麼而來啊？係啊，哇，跟你有冇上香啦？嚇，冇上意啊？冇啊，4點。叫我嚟講，我那個有點心吃我才要去哦。哦，哎呀，真的很感人，因為周年後了，什麼太感人，人生到現在你會發現，哇，這些人真的都。就是感謝，互相。轉新咩有一首歌，我家下人都什麼一定會彈哦。哦，所以今天剛有帶來一條。啊冇，我帶了另外一條。另外一條。列哈泰嘎，有就是現在大家都很喜歡，那個自己講是真的啦。哦，真的啊。因為啲安東年啊，流行 Y2K，羅哥啲 Y2K 冇，起碼講很多 Y2K 冇。唔知呢。千禧年，就是你還有啥？Y2K 就2000年前後。流行嘅東西，比如講 hip song 安尼 hip 安尼 hip，也係講作2000年嘅人寫衫，也係講聽 Y2K 前後的音樂。千禧年左右嘅音樂。比如講嚟講，梁靜茹，你有想過嗎歌？勇氣。孫燕姿，你有想過嗎歌？綠光嗎？都可以。所以2000年嘅陣時動到後台嘅歌曲。嗱，最近我禮拜做兩種轉型咩想講，做可以把 Y2K 的那個感覺拿回來嘛？誰來彈好嗎？我講編曲啊、歌詞啊、那個 hook 啊，我都覺得。讓我這個經歷過 Y2K 的人來感受一下。還好我也有經歷過。有。你不止 Y2K 哦。那首歌人都聽。我是老 KK。聽聽的愛。好了，聽聽的愛，好了。愛上聽聽的愛。這個相片裡邊都是啥嘛？這個沈萌這個台北時尚週 LMF 給全世界出3輛。我 keep 相給你啦，比紐約張松軟。哎呦，還知道擔當有沒有保鏢圖？哎，有。事情拄好有你在，愛上聽聽的愛，本意念念幸福嘅未來。有你嘅世界，生活當精彩。做乜嘅事情拄好有你在，愛上聽聽的愛，比個時間嘅海。有你有愛。專心，就做了決定。
你身旁的你是，就像爱的空气，有时天强，有时落雨，像缘的感情。一海无看到你，让我安用受理，一步一步行过来，你来又好也又快。 长大也像的爱，想你的心情一样多摆，做乜该事情都有你在，爱上听听听听听听的爱，本意能不能幸福的未来？有你的世界，生活多精彩。 做乜嘅事情都有你在，爱上听听听听听听的爱，比個誓言嘅海，有你有愛，有你有愛。爱上听听听听听听的眼睛，瞪你的眼睛，瞪的。好像可以这样对位唱哦，真的是 Y2K 哦。有，就听听的爱，就因为这两时嘅歌嘅旋律就是朗朗上口，前后记。你要前面在 hook， 做的很冲啊。有一个 hook， 然后有一个编曲是那个时候的编曲，对，然后就像有货门就进来。对啊，因为一开始那首歌佢係貴種種，是一開始就錄嘅，一開始我知道冇按好，可能很捉唔到我想愛嘅東西。啲爆梅愛完成的時間，我又重錄了一次，才有the新的版本。哦，有重編嗎？有沒有重編？沒有重編，有調整，有調整一下編曲，就是我用編曲講，我真正想愛 Y2 跟我潛動到 reference 本一彈。哦，我們就是要從鋼琴開始，走，慢慢鋪陳進來，然後副歌一定有一記，大家一定會記得，譬如我們都需要勇氣，好，這種做得騰衝的，譬如講愛上。聽聽聽聽聽聽的愛，然後我知道2幾萬還不錯，就是因為2歌出去之後，我有點驚，驚太搞不講，怎麼回到很像老派的感覺，老痛的感覺。對，不過我知道太嘎。好像都會嘞，不會聽。其實現在因為2行2種東西，反而有點，大家有點回來。有，我就知道懂了。現在在復古了。對啊，懂得很上癮就是看到我不能太古了。啊，但是你剛剛那個前面的2首那個又不一樣。那個是在敘說從前。這是做一首 K 歌的感覺。對啦，希望羅大哥，希望吉娜金曲歌完跟歌後，希望來轉型。希望啊，恭喜。很不同的感覺。新主要按觀眾朋友啦，哎呀，沒有多支持啊。要串流平台當紅堂嘅。還講一下，順便講一下，因為個相片裏邊都是閃嘛，然後這個沈萌這個台北時尚週 LMF 給全世界出閃亮，給你有看過眼人，談過眼歌一張。嘅天公這樣做，本來想逐個來唔講啱嘅。誒，這樣3000好看呢，好看嘅。本來鬧到係客家藍染，結果唔係。LMF 那一件應該有好幾10-20萬。我翕相給你啦，比紐約張送轉。哎呦，車東港有沒有保鏢陪着？哎，有。你們太感動了。對，大家多多支持啊，真的啊，新專輯。哎呀，艷放60，艷放60，也希望種專輯做啊，今年得到好嘅成績咯，好吧？加油！好，好唱歌朋友加個嚟報名哈，加個打電話來66667人等待這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哎，謝謝這位，謝謝張明先生，艷放60，大家多多支持，串流平台上都找得到。哎，什麼小天老師，我是欣賞辛苦嘞。辛苦了啊！辛苦嘞！什麼演唱會工作人員辛苦嘞！阿弟好了，阿里班房子今天啊，一天的正式主干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好來，有年60，哎，陽光60，陽光60吧。